原声乐团一直咧推广也有创作台湾古典音乐世界演出。今仔日原声开记者会，宣布要伫10年来去到世界闻名的10大音乐厅巡回公演。头一站就是日本东京的三得利音乐厅，演出的音乐也包括着邓丽君所唱的《何日君再来》、邓武宪的民谣等等，希望用咱的音乐甲文化感动全世界。也来向的旋律，侪台湾人拢听过。原声乐团第13开记者会，宣布要伫10年来去到世界有名的10大音乐厅巡回公演，让世界听到咱台湾的音乐。因为头一站就是日本东京的三得利音乐厅。咱即届去到日本呢，上重要一开始呢，咱演奏是邓武宪老师的迄个伊的民谣的所在，重新写一条叫《四月雨》迄个幻想曲。啊，第二条就是参林品任老师呢合作的，这参邓丽君小姐有关系这个所在写的小提琴协奏曲。过来当然还有一寡作品呢，是咱台湾家己的作曲家所创作的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我嘛是即届带去日本的最重要的作品。原声表示，即届去到日本，除了Tokyo，佮有熊本，除了会有台湾的音乐，佮会和日本合唱冠军的熊本第一高校合唱团共同演出2条日本歌曲。另外，伊嘛邀请马友林演奏家林品任来参与公演，伊捌伫侪国际马友林大赛得奖。伊嘛表示，事实上侪台湾音乐家的编曲和演奏拢袂输人。我觉得以技巧来讲，跟这些西方最伟大的小提琴协奏曲比起来，我觉得我毫不逊色。那音乐上，我觉得是更贴合我从小长大的那种文化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很期待这次的演出。原声乐团即届伫6月19和21，分别要伫熊本和Tokyo演出。音乐总监李铁嘅表示，台湾的高科技已经世界有名，因希望未来透过巡回公演，会当用咱的音乐甲文化来感动全世界。记者卢尚如、郑春友台北报道。